報道完畢。經濟行情報導。恒生指數報25,768點，跌291點，總成交金額3,705億4千幾萬。上證綜合指數報4,122點，跌59點。深證成分指數報14,022點，跌443點。部分活躍港股造價：盈富基金25個9毫6，跌3毫2；南方恒生科技4個7毫6仙2，跌1毫2仙8；騰訊控股501個半，跌3個半；恒生中國企業88蚊08仙，跌8毫8；阿里巴巴134個8，跌1個6；中國海洋石油27個6，升8毫6；山東麥隆11個7毫9，升2個4毫4；小米集團31個5毫8，跌1個5毫6；大眾公用5蚊，升1個9毫1；中芯國際62個5毫半，跌2蚊05仙。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：港元7.809，日元157.48，瑞士法郎0.784，加元1.369，人民幣6.898，英鎊對美元1.332，歐元對美元。典韦在此，小小速退，神力助我，智谋一起，速来跟我一战，看我5步之内虚如小秘书。70蚊，比上日收市跌915蚊。倫敦金每安士買入5303.79美元，賣出5307.3美元。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。交通消息直擊報導。呢期呢，首先提一提大家啦，西沙路冧樹嘅封路呢，仍然係繼續緊，介乎大網仔路至到海永路嘅一段，來回方向係全線封閉，駕駛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。咁九巴路線去恒安村嘅99號，同埋去沙田市中心嘅299X 係暫停服務㗎。呢兩條巴士線去西貢方向會縮短行程。喺馬古欖站去折返，請乘客留意巴士公司嘅公告啦。隧道方面，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，龍尾喺